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元旦，全台湾各市政府拢会举办升旗典礼，招大家唱国歌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歌唱歌的歌，读歌我歌第一条。读歌是读鼻音，歌就是配合乐调演唱的乐曲，也就是歌曲。甲歌曲唱出来，咱讲是唱歌。唱歌甲跳舞就是歌舞。另外，还有小调民谣，咱讲是歌啊。像讲咱出名在地台湾的 opera 歌曲，就是歌曲。过去有真侪人拢是食饭配歌曲，也有古早有一款民间文学叫做歌册。编歌册作者就是咱看到歌仙。若是讲互囡仔学唱的歌是囡仔歌，另外还有一款小宝歌，这是一款民间歌谣，内容拢是咧讲男女谈情说爱的代志，像讲含君约伫后壁狗，官尾拍甲做虎头，夭寿啥人甲阮头，拍歹姻缘是无熬。咱这里文音是读做歌，像讲新北市地名莺歌，咱就读文音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读做摇囡仔歌，就是摇互囡仔困所唱的歌。第二个词读做歌舞团，这是专门表演歌舞，互人欣赏的演艺团体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演过真侪歌舞团四界巡回表演，有时阵囡仔拢是对串伫咧身躯边，可能拄手摇囡仔歌，摇互囡仔困，一日搁来上台表演，实在是劳心百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歌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歌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